Pozdrav svima vera ovdje. Pogledajmo zajedno koje zemlje su najpoznatije u Kini. Hajdemo。然后您知道哪些中东欧国家吗？克罗地亚、塞尔维亚、捷克、克罗地亚，完了罗马尼亚、塞尔维亚，波黑是吧？啊，对，保加利亚啊。中东欧啊，我刚看了匈牙利、罗马尼亚、塞尔维亚，还有谁？保加利亚、克罗地亚、奥地利、匈牙利。来，请塞尔维亚、斯洛文尼亚、马其顿、黑山。波罗的海算东欧吗？就是匈牙利、爱沙尼亚、那个保加利亚没了。塞尔维亚、罗马尼亚、斯洛伐克，还有什么波黑，就波兰，还有什么不记得了，就这些。黑山，阿尔巴尼亚，那其实算南欧吧。还有克罗地亚，什么塞尔维亚。还有哪些？什么罗马尼亚，还有亚美尼亚，这些都是吧？亚美尼亚不算吧？哦，亚美尼亚其实是亚洲。